咱要唱580首，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咧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列岛林内受苦，并是日个死埋葬乐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加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启用文第26篇。你若是家己有早圣诗的吼，伫咧后壁面1049页。啊，若无咱来看顶悬的 PPT 吼，我来启恁来印。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会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存续。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有恩惠，有怜悯。伊赐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
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伊的手会所做信息公平，伊的启示甲是拢可靠，永远袂改变。照信息正直执行。伊的救赎，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伊的名是圣，通敬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顺行的人才是聪明。这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主的恩典要白白赏赐予人，只要阮相信，就要得到。感谢主，求你提起阮的烦恼，互阮的心时常感谢你，也求你时常用慈悲、仁爱保护阮，互阮的心内痛苦、睿智、忧愁的时，你也三角教阮伫地。我的心感谢主，伫咧过去一礼拜当中，我有艰难等待的时，你固守阮，互阮透过祈祷，主的同在，阮得到这属天的祝福，嘛得到属伫主的平安。我的生命献予主，阮的一生拢属主。主啊，恳求你将平安赏赐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你平安的信息。嘛要透过伫阮所正教会举办的活动，互听见的人来信靠上帝。愿主纪念伫圣诞节期所做一切的事，拢有主的同在。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伫咧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咱第1点吼。本会本主日要举办咱郑明堂老师的诗歌见证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嘛，为着咱郑老师的事工来奉献。那第2点，咱本主日伫本会逐场礼拜要举办12月份的庆生会，那祝福大家受生会当健康长寿、福杯满溢。那本会咱特别用这个全年礼券甲恩典卡要来表达祝贺。第3点，咱本主日下晡2点。要伫3楼的会议室召开12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参加，当讲甲咱的机构首长来列席。第4点，本主日下午4点到5点半，要伫咱油涌敬拜中心举办2024年的圣诞点灯活动，欢迎有报名的兄弟咱准时来参加。第5小点。本主日伫清风敬拜中心，就是咱的土库路276号吼，要来举行咱的圣餐礼拜，敬请陪餐会员拱手圣餐同沐主恩。第6点，本会要发送2025年的咱油涌教会月历吼，咱今年的主题是美好的事要发生。那敬请兄弟以咱一家一个单位，就是1号领1份就好啊，毋好加客哦哈。那伫咧办公室，咱来签名领取。第7点就是下主日，咱总会所定遮个退休牧传奉献主日，总会要裁派即个盐城教会南仁哲牧师要来请安报告，咱请兄弟备办心来奉献，做伙来关心遮退休牧者的生活。本会伫咧后礼拜六的上午10点要到11点，伫咱的主堂，佫有来的12月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11点，要伫清风敬拜中心，咱要举办即个圣诞洗手爱无限，要来关怀遮个弱势。那咱做伙来关怀油涌敬中，佫有清风遮个邻甲里大约有3到4级的贫户，大概有200户啦。咱1号1000块，甲全年的礼券，佫有咱的圣诞礼物敬请兄弟来带倒。若特别伫遮注意一下，就是即个有参加的同工你爱伫咧提早半点钟，就来伫咱教会副堂来集合。
第9点，本会要定伫个12月8号下晡3点到6点，啊，佫有就是连续2礼拜就对啊，就是12月15号的下晡3点到8点半吼，2场的主日要伫个富堂举办咱的幸福特会。咱伫个12月初8，咱有邀请萧佑腾弟兄吼，要来分享甲这制作就是拜公妈遮的问题啦吼。那敬请咱遮幸福小组的贝斯特会当来报名参加。啊，你若要报名，请咱找小组长也是区长。爱记的，伫个本主日进前吼，咱这名单整理好了，就爱送到办公室。啊，第10点内底吼是关于咱今年教会圣诞节活动吼。12月22号伫个上午的2场礼拜要举行即个圣诞赞美礼拜，是伫咱教会吼，咱教会圣歌队来献唱。啊，同工第2场、第3场、第4场的礼拜，咱要来联合聚会。第2小点就是即个12月22号伫个第2场的礼拜，咱要举行洗礼。啊，你若是有想要洗礼，也是参加即个虔信礼、小礼洗礼吼，伫个12月15进前办公室来报名。你若是毋捌参加过幸福小组的吼，爱来参加即个信用个别的课程，大概是1点钟。啊，具体的消息，第1点就是咱相助会吼，伫个嘉典教会林泽龙弟兄11月28号吼，蒙主温调安息主怀。那定伫个12月初7，就是即个拜六吼，咱要来举行个别礼拜。那敬请相助会员吼，爱会记交即个相助会费。啊，第2小点就是幼光幼儿园，伫个12月15。上午11点50要伫地下室的即个总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敬请逐个董事会当来出席参加。第3点就是互助社，即个低利率贷款15万，咱的利息是3.6%。那姐妹牧区的吼，定伫个明年的正月13到19，要来到即个东马沙巴，为着咱的巴瑶族来短宣。那为着要筹善即个经费，伫个每主日的上午9点半到12点，咱伫1楼就是咧停乌多巴迄个广场遐吼，有即个义卖活动，啊，敬请咱的兄弟关心支持甲奉献。啊，教界的消息嘛是我来报告就好啊吼。咱即个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吼，伫个12月14的拜六要伫灵皇宫9点来举办即个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啊，地点伫个灵皇宫，费用是一个人800块。啊，若阮妇女献歌队的要参加，阮有补助400。啊，你若毋是妇女献歌队的兄弟，咱嘛欢迎恁来踊跃报名参加。啊嘛请兄弟关心支持甲奉献。咱甲迄个庆生的。好，咱应该即个月头一个主日啦吼，咱今年时间过了诚紧吼，已经12月吼。咱请12月的寿星吼，拢起立无吼？咱来甲伊唱生日快乐歌来甲伊祝福吼，感谢主吼。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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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咱来为着咱的寿星来祝福，三甲来祈祷。最后说感谢你，为着阮12月的寿星，阮感谢你，互因会当因为你美好的旨意，互因会当出世伫即个世间，阁会当受救赎，正做你的囝儿，阁会当同聚会伫油厂教会三甲敬拜你。所以为着阮的寿星来感谢你，互因
会当伫一生的儿女中间会当敬畏上帝，因为谦卑敬畏耶和华，你要用性命、用尊贵、用勇敢、用血受，诚做恩典享受伫因的身躯顶。主啊，感谢你，互因伫生日的时，上帝献上感谢俄罗的节。主啊，互因的祈祷也会通透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主啊，互因会当诚做真实，就是你听的使者，你恩典的管道，你祝福的出口。若到伫因的家庭，到伫因的厝边隔壁，到伫教会，到伫因所到的所在，拢有上帝你恩典的油滴伫因的顶面，福杯满溢。主，愿感谢，求你感纳因的所求，祈祷、感谢、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咱拍鼓啊！哈，欢迎恭喜，感谢主。这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咱今仔所要读的是《腓立比书》第3章的13节到14节。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14节，素材表来走，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着咱的想。感谢主这是咱要来学了，请辅助献歌队。
感谢福禄献歌队带来平安欢喜信息的歌。咱今仔日讲到，咱要请到郑明堂老师，主题是主要带咱向前行。兄姐大家平安。咱今日真难得吼，有迄个郑明堂老师伫咱中间吼，带领咱会当用诗歌来敬拜分享做见证。伊所带领即个萨摩尼敬拜团吼，会使讲就是咱发展咱的本土教会音乐因也常常去教会做见证，去加报道，去偏乡吼，毋着咱这长辈囡仔做关怀事工吼。所以咱今日伫咱的周报，我拢有业即个红烟录咱会当支持的事工。郑明堂老师，咱捌听过郑老师无？有啦感谢主咱教会改成较少邀请伊来实在我知影捌来园中捌真侪咱足侪教会伊拢去分享所以咱今年感谢主，顶届邀请叫煞时间排了无拄好所以咱感谢主啦，上帝安排拢是好所以伫即个12月圣诞月伊会当伫咱中间来诗歌见证咱将时间来到郑明堂老师，咱拍拍欢迎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丹牧师。咱敬听的牧师，咱的兄弟大家平安。来，上帝殿要敬拜上帝，咱有欢喜啊无？非常欢喜，对不对？今仔日你一定爱甲我同齐用诗歌，用你的歌声来学罗主。用心灵甲诚实，咱同齐来敬拜主。所以兄弟，等下我若唱歌的时阵，欢迎你甲我同齐唱；我若学乐的时阵，你甲我同齐心着跳动欢喜，同齐学乐，安尼敢好？伫即个疫情过去咱的主要牵咱的手，继续向前行。今日我带来这题目，主要带咱向前行。我惊讲。大家拢还阁在惊吓的中间，因为疫情，互咱真惊吓，互咱真无利便、无方便。总是咱的主是圣的主，是会当引带你行光明的主。兄弟，咱活靠咱的主，咱永远要继续向前行。你今仔日是毋是足健康坐伫遮？你今仔日是毋是足喜乐坐伫遮？对，若是安尼，咱更加为着咱的教会复兴。为着咱的心灵复兴，搁再一摆站起来向前行。所以兄弟，今仔日做诗歌，我一首诗歌一个见证，要甲你分享，就是讲上帝的确要用伊的手牵咱继续向前行。所以第一首诗歌我带来，我要吟诗学罗上帝，这是一个感谢的歌。咱甲主讲主，我感谢你。等一下你若有看到红色的字。也是变色的字，拢是恁唱，安尼咁好？迄叫做口唱心和赞美主。恁唱毋是敢若安尼恁唱尔，恁唱我会安尼。大家人拢爱唱，咱拢开声来唱，安尼咁好？所以咱用咱的诗歌，用咱的全精神、全人来敬拜咱的主，学罗咱的主，用我要吟诗学罗上帝。开始，咱今仔日主要带咱的路会开始，好不好？用主的互咱的歌声，咱大声来吟诗学罗伊。我要吟诗学罗主，感谢你赏赐大恩典，对日出到日落，你的听拢无改变。我要吟诗，感谢学罗你，好不好？然后你唔免歹势，咱同齐来学罗主，对我来一起。我要吟诗学罗上帝，感谢你赏赐大恩典，对日出到日落，你的听无改变，我的心对学罗你。哈利路亚，我的上帝，哈利路
我来感谢你，感谢你，我的主，喜乐大恩典，感谢你，我天顶的爸。你有看到白色的字无？对无？红色你唱哦，蓝色咱大家同齐唱，安尼讲好。咱唱出来欢喜的歌声，感恩的歌声，对咱来说讲主，我感谢你，我愿你将我的手互你牵，继续向前行，好嘛？一起来。我要吟诗路上帝，感谢你手术大恩典，对日出到日落，你的名无改变。我要吟诗感谢你，我的上帝，我来感谢你，感谢你，我的主，喜乐大恩典。感谢你，我天顶的爸，咱哈利路亚，我的上帝，我来感谢你，感谢你，我的主，喜乐大恩典。感谢你，我天顶的爸，感谢你，我的主，感谢你，我的主，喜乐大恩典。感谢你，我天顶的爸。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来，将大家掌声归荣耀给上帝，哈利路亚！你看这我不知道，你唱的这么棒哎，害我很感动哎，感动到我的麦克风都没声音了，因为我麦克风没声音了。我爱你，跟我当这句。你看这，为这个时刻开始，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把咱的心门拍开，把咱的主讲主。我爱你，带入来我的心内。我逐天拢要互你的手来引带。感谢主，我无搁再软正，是因为主你的气力充满我。我无搁再惊吓，是因为主你甲我同在。安尼敢好？你敢知有一届，我去台北服侍，咱拢知吼，咱住南部的人，咱无感觉台北有偌冷，冷有足侪意思。所以讲，你去教会嘛冷冷，你去听天气嘛冷冷，淡淡湿湿安尼。有一天我要去台北教会服侍，但是这个教会是温暖的啦。阮就是讲，爱充足的准备，所以阮就想讲，来去安尼为主征战一下，教会复兴一下安尼。拜五斋，才听到风台警报。讲风台要来，阮有当时拢是透早4、5点、5、6点，阮住台中嘛，所以为台中去台北，从台中来高雄安尼。迄天我就想讲袂使，我甲我同工讲，毋通哦，咱应该是提早去才对。咱提早去嘛会当避免迄台风台，嘛会当。搁较避办咱的心，咱毋免安尼雄雄讲足惊吓，讲若风台来发生啥物代志安尼。遐这你敢知？阮就开始想紧来上网订迄个旅馆，正经的透早出门，我就想讲风台到底伫倒？阮的台中拢风和日丽，迄天气有够好诶。这是咧风台啥物安尼？兄这你会记无？恁遮顶回迄个风台，大甲袂讲哩对无？阮一滴风一阵雨拢无，一点风一点雨拢无，台中拢无。你若想讲，我若想讲，我迄阵去若是台北，哪有可能做风台啦？
结果你敢知？去到苗栗，就小可乌阴天；去到新竹，你知影新竹有风嘛？风就咻咻咻安尼，但是细细啊尔。去到桃园，雨就来啊！去到台北，有风阁有雨，迄是啥物世界啊？咱咧台湾毋是干那安尼尔吗？你敢知？我开始就足紧张，因为我本身伫台北读过册嘛，我就甲我的同工讲，我甲你讲，来台北吼，我开车，因为做风台嘛，无咻咻就安尼，大风，你去买便当，咱买了，咱买仔仔咱就转来旅馆啊安尼，所以我就拢解决好啊，我就换我坐伫咧开车迄个位，同工去买便当，买转来种欢喜讲，紧，雨足大，咻着，你敢知？结果我就开出去啊，右转正弯，我会晓拍正弯的灯啊，正弯的灯，同工就看着我的车无哒安尼，甲我讲。老师，我甲你讲哦，即摆有足侪路口拢科技执法吼，你一定要用，无你用翕票呢。我讲有啊，我迄个动作较大，你是无看会晓啦。伊讲无呢，你拢无盯咧视呢。伊知影发生啥物代志，我毋知，因为我是迄个汽车白痴啊，我干那晓开车尔啦。我嘛会晓找路啦，总是咧安尼找着伊看到无咧哒。伊感觉情形不对，伊讲老师啊，紧个祈祷，互这雨较细咧，咱才毋免遐恐怖。我讲安怎？茫茫啊雨尔，无要紧啦，风嘛无足大个啦，也这甲讲了尔都一阵大风一阵大雨拢来啊，迄雨刷甲刷落吼，安尼要动不动安尼。你会紧张无啦？因为雨足大，风足来啊，安尼看望要看无嘛。所以我就足紧张啊！然后我就开始祈祷讲上帝啊，阮的旅馆伫倒，我毋知，你毋好甲阮互阮还袂到旅馆，阮就车就歹去啊呢。果然，我甲你讲，我刚才祈祷了尔，讲看到旅馆讲伫遐啦，我开伫中线啦，袂当过啊啦，因为你拍无人知影啦。我就慢慢啦开，我开足慢，旅馆都已经看伫我的边啊，兄弟，我的同工只好开门，甲车动，甲即抓的车拢甲动起来，互阮入去啊，兄弟，我入去第一件事，我开始祈祷，讲上帝要安怎？妈知若是安尼要安怎？我就靠教会牧师甲我讲，老师你免烦恼，风台天哦，可能。迄租车嘛，还阁有咧租啦。即阵还袂风台来啦。我先甲你问，所有拢用好啊？用好了后，我就是讲，安尼嘛袂使啊。牧师讲，你就甲车放伫遐，我明仔载透早吼，阮的干事会甲你开车去甲你接，甲你的音响啥物拢接来安尼。我想袂使，我哪有可能规工共车放伫遮啦？若做风台落，歇几啊工，车共放伫人的旅馆的迄停车场嘛，毋是办法啦。我开始祈祷，当我无困难、无帮助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我就求祷上帝，我上帝，你互我会当想出一个办法。我相信你绝对会牵我的手，行头前的路。我无要伫遮失迷，我无要伫遮张毒，我无要伫遮烦恼。呀，这你敢知？祈祷了哦。一个声音甲我讲，你若无爱卡你迄台中迄师傅看捌咧？我甲你讲，其实我第一个时间我有犹豫，你敢毋知？我有犹豫，我有怀疑。他一只远是啥物来甲你救啦？你车歹去遐远，啥物甲你救啦？但是我相信，迄是上帝对我讲的声。你敢知？我就手机就甲握落来，就甲卡去啊！师傅。我的车好像不能动了。你对，你毋是讲买台中？我甲你讲，这是一个真好的见证，就是这个师傅，我每一届去，我都甲讲，我的教会歌偌好听，你敢知？我的牧师讲道很有趣哦，你一定要来听哦。我什么都跟他传福音就对啊。讲你今仔日去对？我讲师傅，我来台北。伊讲真好啊，台北做风台。我讲。一点仔拢无好，车拢袂叮当。你车袂叮当，是要安怎？
你甲我讲发生啥物代志，我就甲描写安怎呢？描写了，伊讲啊，你毋好搁开啊！我甲你讲，你的电池无电啊，你发电机歹去啊，你若搁开出去吼，你会掉伫路中。我都无想要甲讲，阮拄则就菜市仔掉伫路中啊，阮开伫中线就是路中啊。伊讲莫搁开，莫搁开。我讲师傅，可是我们停在那个旅馆的停车场，嘛袂当人停伤久啊。师傅怎点去啊？我甲讲，师傅你莫无讲话好无？你无讲话，我足紧张的呢。伊甲我讲啥？你敢知？老师，你甲我讲你伫对，我起来甲你救。兄弟，你的心要充满感谢，因为你敢知？上帝要派一个甚至无信的人，伊也要来甲你救。因为你全心全意想要来遮做一个真好的服侍，总是你拄着困难，上帝要救你，上帝要救你脱离迄个艰苦、迄个忧闷、迄个疗愈。你敢知我讲，师傅，我们在戏子呢，足远呢。伊讲，我甲你讲，你派你的同工，吼，我的同工叫阿九啊，伊嘛知伊足熟的。你派阿九来，阮开一台车去你，甲你换，啊，我炸3粒巴底里去甲你救。兄弟，普通人无要甲你救啦，因为我爱传福音，我去拢讲，师傅，这是我的歌，你给他听听看。啊，你若迄在修理车时，你嘛甲放来听一下安尼。哦，他听了2、3次哦，伊讲哦不一样哦。啊，但是吼，我嘛真无用啦，无法度他去甲你去教会啦。我讲袂啦，啊，你著偶尔上迄 YouTube 甲我听一下安尼就好。伊有当时有咧听。上帝咧感化一个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你的嘴若愿意讲，伊就会听到；你的嘴若讲袂出来，无人会知影咱信耶稣有偌尔幸福。所以，当咱的主甲你牵讲行，咱来传福音的时阵，你敢若安尼？你的手互上帝牵，但是你的嘴无震动，咱拢全然互牵到上帝。我靠主的人的确有福气。今仔日我要甲你讲的，主要看咱的手，第一个开始就是咱的上帝要互你挖靠。伊互你牵手的时候，你莫弯你的嘴；互你甲你牵手的时候，你向前行的时候，你嘛讲信主很好，主耶稣真棒。你毋是上帝咧牵你的手，主咧牵你的手，安尼都毋对啊！好无？所以我靠主的人的确有福气。你看阮所得到福气是啥？连无信的天使嘛会来帮衬咱，所以咱有幸福无？上帝有赞无？上帝随时随刻会甲你对你讲话声，是因为你的信心足大的时候，你足坚定相信上帝伫遮的时候，你会当听见上帝对你讲话。我就是这活活的见证，要甲你讲，我信耶稣，我感觉足幸福。当我的主要来牵我的手的时候，我足快乐。所以我要甲你分享一首诗歌，叫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兄弟，你有看到红色的字啊无？你爱唱哦。足侪教会拢讲，老师迄看到敢若生分的歌，要安怎唱啦？我们有信心，会晓唱无？会，较大声一寡好无？会晓唱无？对，毋是这边尔，咱大家拢来好无？咱来用这首诗歌学落咱的主，敢好？我甲你讲安怎唱，就是头前2纸我会唱，啊，迄个 melody， 迄个调，都是你甲你的字斗入去安尼尔，就是你唱，搁唱一遍，但是你用无共款的字。伊讲咱信耶稣有偌好，你敢知？这个稳定有偌尔好，心内充满喜乐，你爱去甲人讲。啊，咱逐工拢恳求主甲咱同在。住伫咱的心内，咱就有平安，好不好？啊，咱用这首诗歌，咱同齐来学乐主快的歌哦，所以你要用兴奋的心情一起来唱，好不好？哈，用主好你上水的歌声，咱来学乐咱的主，咱甲主讲主，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帮助我走过苦难，帮助我走过紧张。啊，这阵咱要用诗歌来学乐伊，你对我，互我先哦。咱拢着知影主的恩典好，充满伫未来面有喜乐。
着单单天道困求主同在，主的来临就是有平安。为一日甲主三甲当行，我靠主的人有福分。第一主来临享受稳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搁一摆，人人拢着知影主的稳定好，充满甜蜜来临有喜乐。着单单天道困求主同在，主的来临就是有平安。为一日甲主三甲当行，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天主来临享受稳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哈利路亚！咱当心来我靠咱的主，咱就有福分，咱将咱跑下归荣耀主，但是咱全心来唱歌较好，加油！你来搁较大声一个歌，因为我甲面顶讲放大声一点，一起来！人人拢着知影主的稳定好，充满甜蜜来临有喜乐。着单单天道困求主同在，主的来临是有平安。为一日甲主三甲当行，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天主来临享受稳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搁一摆来，人人拢着知影主的稳定好，充满甜蜜来临有喜乐。单单天道困求主同在，主的来临是有平安。为一日甲主三甲当行，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天主来临享受稳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一起为一日甲主三甲当行，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天主来临享受稳定，我靠主的人有福分。我靠主的人有福分。我靠主的人有福分。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感觉恁足爱拍手的呢。我家己丢落教会大汉的，丢落教会拢无爱拍手，害我嘛足歹势拍手。啊，你今日一直拍，互我有点快要昏倒了。咱嘛将咱的袍下归荣跟我主讲吼，感谢主，哈利路亚！哇，感觉很棒。我细汉就是装卡囡仔嘛，我大汉去台北读册，我去美国读册，所以呢，我拄到的困难足济。你敢知我去台北读册的时阵，我妈妈就甲我讲，无人甲你照顾啊，你要自力更生啊，吼，爱家己住，家己食，家己找物件哈。我讲好，新学院毕业了后，我要去美国读册。我妈妈搁较烦恼，千交代万交代，都是惊我食袂饱、穿袂烧、困袂好。我妈甲我讲一句话：当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一定要祈祷。上帝你是你上大的倚靠。当你有困难的时阵，你一定要对上帝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讲，你有听到无？我讲好。那这我去美国读册时，我老实甲你讲，我一开始去吼，老师咧讲啥，我敢若听懂30%而已，我拢听无，我的压力好大哦，那个重担好大，想说哇，这硕士班我来一个月，拢听无老师咧讲啥，我2年是要安怎活？一个声对我讲，你去甲老师参详，因为我祈祷嘛，我逐天拢祈祷上帝，我真的快撑不下去，我不行，我能力不够，我相信赐能力的是你，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那这你敢知影？这个声对我讲啥？去甲恁老师参详，伊绝对有办法。
我就想讲，好，迄天我就去阮的老师参详，我摕一个录音机，我讲老师，我外国学生你咧上课时，其实我拢听无足清楚，我敢咱甲你上课时录音。老师讲 Sure of course， 安尼，我的心的动荡拢无去啊，兄弟，为这个 case， 为这个例来看。咱有足侪时阵，咱有动荡时，咱拢家己担咧。你哪会袂晓想讲，我靠上帝，求讨上帝，问咱的上帝看安怎会当度过这难关？你有安尼做过无？兄，这是我活活的见证。我甲你讲，我自从录音录落吼，我转来拢爱听3摆，甲听有。你拄则有听到我？我敢若听懂30%而已啊。我再听一次也是30%，再听一次就60%啊，再次听一次就90%啊。你讲咱信耶稣，上帝就是要互你智慧。当你若坚心决意要互手互主牵的时候，伊要牵你行伫足喜乐的路上，足平安的路上，足无惊吓的路上。若是所有的动荡，你拢冒在自己的身上，一点都不值得，一点仔拢无价值。你身躯面顶明明就遮重的重担，你为什么要安尼艰苦家己？我有一摆，我坐车上看到一个头前一个乌日送，迄是我伫台北读册时阵足久啊。伊赶一个行李安尼撞，要撞一台公路桥，就是客运。我嘛伫后壁，因为时间无够啊，我嘛伫后壁撞。你知我骹无方便嘛，我撞比走较慢啊。但是，迄个乌日送，就是迄阵，就是我这个年纪。但是我迄阵是20通岁尔，所以我应该会走比个。但是伊撞，明明就差不多过50公尺，就看到车长，咱古早有车长嘛。你毋好点头，你若点头，人就知影你的年纪啊。有一个车长伫遐安尼，我拢看无伊咧讲啥来。慢慢来，毋免紧张安尼。迄阿伯吼，迄乌日送，突然停落来，坐伫伊的迄皮箱面顶，足喘的。我讲，乌日送发生啥物代志？伊讲，我无爱走啊，迄赶袂赴啊啦，出1分钟尔。我讲，迄车长小姐伫遐，迄咱撞我嘛要坐去帮啊。伊讲我无爱撞啊，少年你撞就好啊。我讲。乌日送我骹嘛摆骹，我嘛撞袂紧，问我陪你倒只抬杠好啊啦。伊讲啥？你敢知？伊讲我就是顶回安尼撞一个吼，多摔伫迄车长的骹头前安尼，面嘛触，下头嘛触，骹嘛触，遮嘛触，摔一个足大个。我无甲我的目的地，无甲我的查某囝因厝，我走入去急诊室。阮太太来，伫急诊室甲骂到要死，讲你是咧创啥？大概就时间你嘛到要准备，兄弟，咱有足侪时阵有紧张的时阵啊，有时间足冷的时阵啊，你敢知影？休困一下真好。伊甲我讲，因为我即个知影，我若阁撞去，万一我若阁跋倒，阮某会阁甲我骂，因为阮查某囝顶回迄是第1梯，这个是第2梯，所以我毋敢阁走啊。我慢慢来就好，我搁等2点钟，下晡3点我到嘛无要紧，我无一定爱赶车。兄弟，当咱要听主的声时，顺序啊听，慢慢啊听，稳稳啊听，慢慢啊跟对，你会发现，咱的主伫牵你的手时，咱万行事拢足顺遂。感谢主，我所得到的，就是知影讲，当你忧伤、烦恼、艰苦，互主来牵你的手的时候，咱就会勇敢向前行。因为主是赐快乐的主，也是赐帮助的主，好吧？用这首诗歌要来甲你分享，放落你的重担。兄弟，当你咧听歌的时阵，请你紧放落你的重担，把你的心门拍开，甲咱的主讲：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牵我的手，继续向前行。咱前有一个 A 口，你爱帮我 A 口红字哦，好不好？来了哦，一起哦。我看见秋天的路上，我感受风的吹，我看见水在流阮的背，我知影主你拢伫遮。
先予咱别靠的过，只听见咱的声，知会恁到主要坚固咱，想使咱有平安，恁的心免惊吓，主会听无安慰，放落你的担当，叫出你的手事业无煞。搁一摆讲好来，我看见秋天的落叶，我感受风在吹。我看见水在流，云在飞，我知影主你拢伫遮，哦，你刚好来啦！你牵予咱伫甲会过，只听见咱的声，知会因到主要坚固咱，想使咱有平安，恁的心免惊吓，主会听无安慰，放落你的担当，放落你的担当，叫出你的手事业无煞。也这将你的手，互咱的主看，主的人民手事永无煞。你爱相信咱的主是全能的主，是四帮在四困难的主，伊要看你行头前路，放落你的担当，一起来。我看见秋天的落叶，我感受风在吹，我看见水在流，云在飞，我知影主你拢伫遮，拢互你来。你心予咱伫甲会过，只听见咱的声，知会恁到主要坚固咱，想使咱有平安，恁的心免惊吓，主会听无可安慰，放落你的担当，放落你的担当，叫出你的手事业无煞，你的心免惊吓，你的心免惊吓，主会听无可安慰，放落你的担当，放落你的担当，叫出你的手事业无煞。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听牵阮的手，我要活靠你为今日到永远。当阮拄着艰苦事，心有重担，阮将重担拢放互你。阿门。阿妹，时间已经无够，我甲唱3条歌尔，我还有2条歌，我后一回再过来唱敢好？你拍手就表示讲好啊，你会当下台，你会当下台啊！我足开心呢，不要紧，我跳过一首歌，我这首歌另外一首，就是咱要带伫主的内面。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要带伫主的内面。当咱带伫主的内面的时阵，迄个丰盛的生命，迄个快乐，你会当感受到。啊，今仔日我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爱做互人个人员的行，因为后一我讲陈牧师，我搁来好无？阮的会友讲啊，你拢超时啊，我要你来啊。
所以我就紧甲第4首甲伊较短，安尼敢好？咱来唱第5首就好。感谢咱的牧师，咱的小会，咱的右昌教会母亲兄弟姊妹，你互我今仔日会当来甲你募款，因为阮的舞蹈团欠缺，阮即阵特别因为疫情关系，迄个医院较少，干嘛较少，监狱，所以呢，我就拢把全心全意转向那个长辈事工。我现在2、3、4、5，我几乎都是跑长辈，比如说据点啊、日光站啊、乐岭啊、长青啊，教会相连安尼辅路，所以我就教因唱歌跳舞，还是阮去医院的辅导这是阮去相连的迄个讲师安尼，我教因唱歌，教因跳舞，因足爱的。你莫想讲，你摆骹嘛会晓跳舞哦？我甲你讲，迄是我求来的。我也想着上帝，虽然我骹无好势，但是我愿意为你做工。所以你互我会晓跳舞，我虽然骹无好，但是我每一个要跳时，我都讲上帝，我知影开来是对你来，所以我跳落去，我就全心全意的跳。所以那些阿公啊、婆婆、妈妈们啊，他们都好喜欢。我知影上帝欢喜我做这款的代志，所以我们就到处跑。你看我带团出去，迄个什么年会啊，咱的乡内年会啊、妇女的年会，我拢甲走去跳就对啊。大家嘛跳得足欢喜。我有99岁，我有95岁，特别是我的妈妈93岁。我逐礼拜转去，我若讲妈，紧嘞，我载你来佚佗，无爱啊，变单啦。无开运动跳舞者俄罗斯，我妈立刻就站起来了。一听到跳舞俄罗斯，她就站起来了。你讲，是大人无一定真正，迄陪伴是你甲带去对好耍，带去对佚佗，毋是。我每一摆我妈讲，妈，无起来跳舞啦，紧嘞，毋免甲扭，伊就自动起来啊。感谢主俄罗斯，所以兄弟，阮有足侪时间，阮有足需要这经费。你讲想讲你敢若安尼几个人尔，你有爱经费哦？兄弟，阮有当时去大只，阮拢让阮家己负责，莫甲教会也是牧师麻烦，所以阮就请兄弟甲阮帮衬你若有足济你也录足济安尼咁好，拢无人笑，就表示恁听无。听无，我咧甲你开玩笑，但是这奉献是甘心乐意。但是我甲你讲，阮有需要，因为阮2、3、4、5，阮晚上都不在家，我们都不是住自己的家，阮敢若流浪啊呢。但是阮真欢喜，因为阮是讲，阮马仔目睭提开，我能当拄着偌济长辈伫遐，甲伊唱歌跳舞，陪伴他们讲话聊天，哇，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所以啊，若是你愿意帮助我做这个事我愿意跟神说：神啊，我拄要用气力来做工。虽然我60通岁但是我无老。我虽然人咧老去，但是我的心袂老，服侍的心袂当老。所以我主讲主，求你牵我的手，继续向前行。感谢你陪伴我，会当伫这个传福音的路上，安尼继续向前行，好无？最后用这首回应诗，甲你同齐唱。红色的就是你，红色的你唱，会使无？要安怎唱？袂晓是上真实，叫做有你作伴，预备来。有你作伴。对，搁较紧一个我有你作伴，预备来。对，等下一开始就咧唱，后壁第2页过到 A 课，我来唱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就是安尼，好吧？蓝色的字，咱大家同齐唱，因为主是咱路上的光，是咱的气力，是咱的陪伴，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听。搁再一摆，咱继续向前行，咱莫是讲咱已经得到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向前行的时候，咱的主就要牵咱的手，互咱的气力，互咱生命得胜，阿们。有你作伴，我心无惊；有你作伴，就有力量；有你作伴，我每日拢快乐。
心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我感谢你做我路上的光，因带我你带我行向前，行向前，你的陪伴，我心感谢。耶稣，耶稣，我的耶稣，我的耶稣，你是真理，我命道路，阮对你阮对你有福气，有福气，感谢你做我的伴。感谢我的主，虽然我在传福音的时阵有拄着困难，总是我知影我的主在帮助我。呀，这咱同齐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来。我心无惊，有你做伴，就有力量。有你做伴，我每日拢快乐，有你做伴，我心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我感谢你做我路上的光，引带我你带我行向前，行向前，你的陪伴，我心感谢。耶稣，耶稣，我的耶稣，我的耶稣，你是真理，我命道路，阮对你阮对你有福气，有福气，感谢你做我的伴。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我感谢你做我路上的光，引带我你带我行向前，行向前，你的陪伴，我心感谢。耶稣，我们一起来，我的耶稣，你是真理，我命道路，阮对你有福气，感谢你做我的伴。咱大家头祈祷。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福伫阮友昌教会每一位兄弟的心上，互阮会当听见着主你的声。阮听见着主你的声时，阮愿意将阮的手、阮的重担拢放落去，手互你牵。阮知影幸福就是伫你遐。阮求主你赐福阮友昌教会。昌盛再昌盛，兴旺更加兴旺。愿主你的圣心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有健康的身体，有喜乐的心情来跟对你，来互主你欢喜。阮安尼感恩祈祷，靠所祈祷圣名，阿门。再一次的谢谢，谢谢你陪伴我在这里敬拜主。啊，我后一场我唱的歌不一样，分享的内容也不一样，嘛欢迎你个留来。搁再一届感谢你替我奉献，多谢感谢教会，感谢牧师，多谢。现在咱大家起立，咱来公道。现在请咱为着咱的萨摩尼的敬拜团，因传福音的事工，特别即马对长辈传福音求上帝互因拢经会充足教育，互因所做工大有果效。现在咱嘛为着咱今日的圣诞点灯的活动下晡4点，咱为着这个活动来祈祷，各个无道友也会当听着福音。咱也为着咱12月7、8、15，咱有幸福的地位，求上帝祝福。咱当日做报道的时间，互足侪人拢会当来认捌主，来归应主。现在咱也为着软弱的肢体祈祷，
咱也为着咱的国家祈祷，特别咱的总统出国访问，一切拢会当顺遂平安。咱的国家拢得到上帝的同在甲祝福。兄弟，你有甚物款的祈祷，带来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阮今日有郑老师伫阮中间，透过诗歌见证，感动阮的心。上帝，你是带阮向前来行的上帝，你拢永远甲阮同在。你知影阮的软弱，你知影阮的需要，知影阮的欠缺。主啊，你拢补满。主啊，你现在带领郑老师伫过去经历你，即马经历你，将来嘛要经历你。主啊，因的需要求你透过兄弟姊妹的感动、听心的方言，带来祝福，互因会当真正带更较侪人来归你。主啊，说阮也要将教会伫这个圣诞。我无论点灯的活动、幸福的聚会、报道的时间，求你同在，互得救的人加添伫阮的中间。主要说，阮有侪侪软弱的肢体，愿你一直的溃烂、万灵充满伫你身躯顶，你的保卫了卡。主啊，有病痛得到医好，软弱勇壮起来。主啊，心内有侪侪这个困难的，主你家刷开，主你替开路。主啊，说感谢你。主你甲阮同在，愿阮的祈祷拢到你的面前，得到你感纳，感谢你，阿罗你听我的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感谢主，你兄弟，恁就知影是安怎今仔报告爱较紧的，因为要互郑老师加唱几条歌。那这是咱嘛备办心，咱要来奉献咱来周报内底奉献录请咱兄弟会当为着朱明堂老师也是上敬拜团来奉献，咱请同工来受奉献。这咱今日迄个沙巴的义卖上落尾一届伫外口，咱也负担，咱会使去买请咱会当为着郑老师萨波尼敬拜团因的需要，因传福音的时间，求上帝透过咱的奉献，诚侪祝福到伫这些人，互因伫逐所在所做工，真正大有果效，互上帝的国度会当得到空旷。起日来奉献的时光。享受丰盛的主，阮众兄弟来到你的面前，所要献的，毋若是你享受的金钱，我嘛要献上阮的嘴唇，阮的日常来荣耀主，会当成做一个我靠主有福分的人。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肯。在地的
咱恁通平安去。恁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主要甲恁三甲地地，互恁无惊无论，知影主牵恁的手来行头前的路，互恁的路会当平坦，互恁的路有伊恩典的油滴伫顶面，互主的恩典充满恁。伫即个圣诞月，也诚做祝福的管道，诚做恩典的出口，互做人因为恁来得到福气。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